维赛节巅峰时刻在嘎利亚达尔玛巴蒂多学校隆重举行。据港市数千名佛教徒在达尔玛山地外萨景点中感受到温馨与喜悦的氛围。幸福与温馨的氛围笼罩着据港市及周边地区的数千名佛教徒在嘎利亚达尔玛巴蒂多学校进行的维赛节庆典高潮中，现场热闹非凡。来自各个年龄层的佛教徒，从儿童、青少年到妇女的纷纷展现才艺，呈现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为维赛节增添光彩。这次达尔玛山地外萨由佛陀教团大家庭与南苏门答腊Budayana Sriwijaya佛陀教团培训中心共同举办。佛陀教团培训中心主席Sujarwoto表示，达尔玛山地的意义在于通过多样活动展现佛教徒在三宝生日、维赛节期间的修行成果与精神转变。同时，南苏门答腊Parma Budi协会主席伊森也表示，达尔玛山地的庆祝是所有佛教徒感恩与喜悦的表达方式，因为他们已在维赛节前后积极参与各项佛法活动，作为对伟大导师释迦牟尼佛的奉献与敬仰。Tim Liputan PAL TV